Hello，大家好。今日同大家分享下普洱熟茶咧。普洱熟茶咧，咁係屬於全發酵茶啦。佢嘅響退咗陳之後咧，就好快就可以品飲嘅。咁就唔同普洱生茶。普洱生茶佢嗰個茶性咧就比較偏寒性啲咯，係咪？咁熟茶咧，佢經過全發酵，再加上佢嗰個全倉3年，跟住再拼配啊、壓製啊，咁佢出到嚟市場流通，佢基本上都可以飲嘅。響茶性嗰方面，佢係比較溫和啲，對腸胃嗰個刺激度，咁相對於生茶嚟講呢，佢就會香好多。但我哋平常時飲慣熟茶嘅呢，就非常喜歡熟茶嘅佢嗰種茶湯，即係含響口入邊嗰種感覺，同埋佢嗰個香甜啊，同埋佢嗰個滑啊，係比較吸引人嘅。加上佢嗰個全發酵嘅嗰個茶，佢後續嗰個轉化出嚟嗰種益生菌啊，即係對腸道嗰個有益嗰個菌種啊，係比較豐富啲嘅。喺個人經驗嚟講啦，我即係都係比較喜歡飲呢個熟茶嘅。呢個熟茶，十零年呢都唔算係好老嗰隻，中期茶。咁要講到老茶，起碼去到嗰個30年以上呢啲咁嗰種老茶就個品位比較高啲嘅，因為嗰種有咗20-30年嘅老熟茶嗰種沉澱呢，佢嗰個湯色又非常之剔透、晶瑩剔透、油亮嘅。呢隻07年，算係15、16年、17年嗰啲咁嘅階段嘅。咁佢嗰種熟茶嘅香甜法呢，我就喜歡佢嗰種呢家佢嗰種酒香就好明顯啦，好甜，入口比較綿順。可能個人放茶嘅原因呢，佢出咗倉醒佢就基本上都係好飲得嘅，就唔需要話醒得太耐。茶湯飽滿順滑，好似啲老酒咁，都係放嘅時間越長，嗰個口感就越順啦。晶瑩剔透。如果係嗰啲20-30年嗰啲，就更加不得可了咧。呢個茶飲咗之後，嗰個對腸胃蠕動嗰個能力好強，同埋佢幫助消化。我好習慣呢，就
晚黑食完飯之後呢，咁唞唞，或者行行運動下呢，咁就再泡泡嗰個熟茶嚟飲。咁呢就發覺呢，即係長期以嚟都係咁啦。咁啊，瞓落床嗰陣時，嗰個肚啊，感覺到清空晒嘅。即係瞓覺嗰陣時已經係感覺到肚餓噶啦。但係我堅持咧，堅持嗰個就基本上好少食宵夜，因為自己鍾意 keep fit 啦，加上我哋個人嗰種身材係保持得比較好啲嘅。嗱，呢個熟茶，我放咗好少嘅啫，因為我一個人喺屋企嘆茶，就基本上2安士到3安士咁，好少。睇清楚少少茶底，茶底比較褐紅柔軟嘅，只有嗰個茶雲呢，只有老茶先，即係上咗中期以上呢，基本上都會有嗰個茶雲、茶霧啊。呢個茶飲入口啊，面啦、順啦，過後個嘴啊生津啦、甘啦，所以呢，飲茶嘅幾個標準呢，甘香順滑呢，佢係走唔到嘅。你要到咗佢順，必定係要靠嗰個時間去沉澱，等佢內部產生嘅嗰種變化先可以嘅。嗱，呢啲湯式絕對係賞心悅目啊！好似啲交叉窿咁，白蘭地式咧嗰隻咧就好高級嘅啦。下次再介紹下我自己嘅嗰個，即係由邊一年開始即係鍾意飲普洱茶啦，好嘛？下次再分享過。呢家咁都係比較隨便鳩噏下嘅啫。好，多謝大家，多謝大家。